咱新闻拢有报道，日咧婚林的高丽菜大出了后，就有种高丽菜人开放给民众家己买，一粒10块银。也毋过有民众怀疑讲奇怪，伊买高丽菜哪会共款贵三三？原来这是花莲的高丽菜价销共款真悬，因为廉价了后大卖1公斤都要30块银。农会讲到花莲的高丽菜大部分拢是关山种的，本钱本来就较悬，若廉价游客因为较济，价销才会较贵。该在下个月就特别大出啦，按算价销就会较落。炒高丽菜真好食，不管是厝内还是餐厅，都会当看到这出菜。不过这阵仔价销起真济，好买菜民众拢嗨餐。一斤35块。啊，会不会觉得贵？啊？会不会觉得特别贵？当然不要贵啊，自己种比较便宜啊。这阵仔婚林高丽菜大出，有农民画一粒10块价销出来，不过花莲雪差足济。为9月底到10月初，因为风台影响，1公斤36块9，国庆进前1公斤15块8。不过年假过了后，才几天的时间尔，1公斤就来到30块，价销翻一倍。因为花莲高丽菜产期是10月到明年的4月，普通产量会有12到15吨，不过目前雪敢若剩一半。应该说它的品种是哪一种？对，如果你要便宜的也是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比较硬啊。山上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公斤在30到35之间左右，下来口感当然是非常的好，这样子清脆。卖菜讲每一个所在价销本来就无同，袂当甲西部的价销来比。同款30块的价销来抢人客，农会嘛讲，花莲的高丽菜大部分拢种伫山顶，若较水，口感嘛较好，加上廉价人济，价销本来就会较贵。等到后个月高丽菜大出了后，价销就会稳定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